再睡一会儿。你这流氓，你对我做了什么？这个好像都做了。无耻！我要杀了你！不是，昨天明明是你主动的。你胡说！我药效很快就过去了，你自己忍忍吧。帮我！今天的事情，你最好烂在肚里。我可以对你负责的。负责？你知道我是谁吗？你负责得起吗？应该可以，我其实挺厉害的，很多大人物见了我都毕恭毕敬的。就你，哼！我已经警告过你了，如果今天的事情传出去，我绝对饶不了你。喂，师傅。原来他也第一次。什么第一次？啊，没事，师傅，这么早你不惹我师娘睡觉，给我打电话干嘛？你说呢，臭小子！我给你定的婚约，你为什么没去？我可是堂堂大夏第一宗门龙门的龙王，最年轻的大宗师，医术通玄的绝世医仙，你让我去当赘婿？臭小子，你儿时记忆有缺，道心不稳，很容易走火入魔的。只有体验红尘，才能稳固道心。我道心稳得很。再说超凡境我也不是没杀过，突不突破无所谓。臭小子，嘀咕什么呢？我不管，你今天要是再不去赴约，我就马上下山。到时候老子废了你第三条腿，让你转修九阴神功。老东西，等我突破超凡境，让你喊我师傅。怎么丢三落四的？有机会还给他。哪来的乞丐？是青蛇帮的打手王某，听说手底下有好几条人命。不管你们要干嘛，我现在心情不错，把路让开，还能饶你们一命。那乞丐疯了吗？敢跟王某这么说话？妈的，死到临头还敢嚣张！昨晚是不是你救走了一个美女？没错，药是你下的，果然是你，坏了刀哥的好事儿。今天你必须死，弄死他！杀！什么？我给过你们机会了，你不能杀我，我是刀哥的人，刀哥可是黑龙会的，杀了我，你也别想好过。黑龙会？好大的排场，这是哪个大人物来了？是龙腾商会与黑龙会的会长杨大福的车。臭乞丐，你完了！杨会长亲自来了，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杨会长，我是张刀的手下，这个臭乞丐得罪了刀哥，还打伤了我们，你要为我们做主啊！龙王大人，属下杨大福拜见龙王大人。叩见龙王大人。什么？黑龙会是你的势力？是。好好约束一下，再让我碰到一次这种事情，黑龙会就没必要存在了。龙王大人放心，属下一定好好管教。都起来吧。还有，我这次来有自己的私事要处理，不要暴露我的身份。来人，把这些不长眼的东西拉下去，全部沉江！杨会长饶命，我再也不敢了。叶先生，这张龙腾黑卡和门卡是献给您的，可在龙腾商会任意店铺消费，黑卡额度不限。而另一张卡是天海市最顶级的天阙1号别墅门卡，您初来乍到也能有个落脚的地方。这么大的手笔，你有事求我？叶先生睿智，家中小女一直体质虚弱，所以想请您出手看看。小事，等我处理完我的事儿，再帮他看看吧。多谢叶先生。是你？不管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现在立刻离开。这么巧，你也在这儿？不过我还不能走，我是来找我未婚妻的。这里是我家，没
没有你的未婚妻，赶紧滚出去！你家？难不成你就是林婉如，我的未婚妻？谁是你未婚妻？来人，给我把她轰出去！住手！天宇啊，你可算来了！自从接到老神医的电话后，我可是一直在等你。林爷爷，婉如，你之前跟天宇认识？白天遇到过。那还真是天定良缘，正好趁早领证结婚。竟然真的是我的未婚妻林婉如。爸，你不会真打算让婉如嫁给这小子吧？你看他这穿着打扮，就是个臭乞丐。婉如要是嫁给他，我还有脸见人吗？就是，我们林家会成为整个天海的笑柄。别瞎说，天宇他可不是乞丐，他只是一直生活在山上而已。爷爷，我不想嫁人，你也知道，我现在一门心思都在林氏集团上，而且我马上就能让林氏集团搭上龙腾商会了。婉如，爷爷相信你的能力，你放心，有了天宇帮忙，你肯定会轻松很多。他帮我？爷爷您没开玩笑吧？他一个山里来的。住口！婚事就这么定了。爷爷，不要再说了，除非我死，要不然你们的婚约谁都不能退。你们现在就去民政局给我把结婚证领了。什么？领证？不行，现在就领证有些太快了。不愿意，不愿意也行。你帮你师傅把欠我的钱还了，这张是3个亿，这张20亿，还有这张。停！我领还不行吗？老东西，还说什么让我历练红尘，分明就是欠钱把我抵出去了。我警告你，领证只是为了应付我爷爷。等我说服我爷爷后，咱们立马离婚。这段时间不要顶着我的名号惹事儿，否则我饶不了你。你的名号能有什么用？倒是我，要是知道你跟我领了证，估计来贺喜的人能把你们林家的门槛都踩烂。你不只是个无赖，还是个只会吹牛的无赖。喂，刘少，什么？真的吗？我马上过来。婉如，婉如，这个一身破烂的臭乞丐，就是你老公？不是，你有没有眼光？这可是天山冰蚕丝织的衣服，刀枪不入，水火不。今天见刘少，是关乎林氏集团加入龙腾商会的大事，你全程不要说话。龙腾商会，其实我一句话就可以让你加入。你能不能别吹牛了？我警告你，别对婉如死缠烂打，否则我饶不了你。行了，婷婷，刘少已经在里面等着咱们了，赶紧进去。这次的机会对婉如来说很重要，你一会儿最好别乱说话。叶天宇，你给我等着！哇！刘少的实力又精进了，恐怕已经是暗劲高手了吧？肯定啊！你也不想想刘少是谁，暗劲而已，小意思。宛如、苏婷，你们来了。这位是？就是一个山里来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臭乞丐。婷婷，这位是我丈夫刘少。婉如她就是太善良了，这个臭乞丐根本就不算是婉如的丈夫。婉如跟他领证也是林老爷子逼的，他们俩一点感情都没有。是这样啊，就算是乞丐，既然来了就是客人。你好，我是天海市4大家族之一刘家的刘杰。臭乞丐，敢碰我刘杰的女人，必须让他付出代价。就这点实力还想跟我耍阴招？叶天宇，你在干什么？臭乞丐，你有种，敢不敢跟我进八角笼打一场？叶天宇，刘少可是天海市年轻一代的武道天才，你敢应战吗？跟他打，传出去说我以大欺小，我可丢不起这个。我看你就是不敢。上了八角笼，除非一方昏迷或认输，否则就不能结束。我觉得他这是有自知之明，要是上去被刘少打成猪头后再求饶认输，确实挺丢人的。不敢上去也可以，看在婉如的面子上，你现在跪下去，给我磕3个响头，我可以考虑饶了你。既然你找虐，那我就成全你。哼。算了，让他吃点苦头也好，一会儿救下他，正好让他离开天海市。废物，希望你别太快认输。那是什么？丝袜吗？这小子是想用滑稽的表演让刘少手下留情吗？那个臭乞丐看着怪老实的，怎么能随身掏出那种东西？
简直是衣冠禽兽。那好像是我的，无赖，登徒子。这下应该可以了，出手吧。你的表演我并不喜欢。今天不把你打到跪下来求我，我就不叫刘田。帅，刘少干脆利落，简直比职业拳击手都厉害。没错，你再看那个臭乞丐，像个傻子一样只会躲。发生了什么？怎么刘少忽然就跪在地上了？我也没看清。那个臭乞丐打败了刘少，还是蒙着眼。怎么会？叶天宇他……刘少，你没事吧？刘少，是不是这小子对你使阴招了？没错，这小子肯定是使阴招了。这小子实力很强，本来切磋就是点到为止，我认输。刘少大气，明明被阴了，竟然还主动认输了。没错，刘少肯定是看在林小姐的面子上，不愿意太过分，这才主动认输的。刘少如此大度，这小子还敢出阴招对付刘少，简直不可饶恕。小子，实力强又怎么样？还不小点声。婉如，对不起，刚才是我听说他纠缠你，一时间有些失态，你不会怪我吧？不会，是我该道歉才对。今天喊你来，是因为龙腾商会的杨会长今晚要举办宴会，迎接一位大人物。真的吗？我们家已经收到了邀请，晚上我可以带你进去，引荐给杨会长认识。那我要好好准备了。不用准备了，宴会已经取消了。什么？我说宴会已经取消了。叶天宇，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知道呀，不就是杨大福设的那个晚宴吗？我让他取消了呀。小子，有些话是不能乱说的，否则后果你承担不了。哼，就是叶天宇，刚才的话要是传到杨会长耳朵里，你有10条命都不够死的。叶天宇，你给我闭嘴！自己吹牛找死可以，不要拖累林家。喂，爸，什么事？跟你说一个，杨会长的晚宴取消了。什么？晚宴真的取消了？晚宴竟然真的取消了？难道叶天宇之前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不可能，他一个山里来的臭乞丐，怎么可能是大人？爸，是什么原因取消的？你知道吗？听说是因为杨会长他女儿突然病重。好的，爸，我知道了。差点让你蒙混过关了。叶天宇，你这个可恶的臭乞丐，竟然敢装大人物吓唬我们！男人没本事不重要，但一定要脚踏实地，不要整天吹嘘那些有的没的。喂，叶先生，我女儿情况危急，求您出手救救她吧。好，我现在就过去。我有事，先走了。怎么，谎言被拆穿，打算跑路了？算了，走了正好。别说我虐待你，卡里有1万块钱，你拿着用吧，晚上也能找个酒店住一下。不用，我有住的地方。婉如，你别失落，虽然晚宴取消了，但我知道杨会长家的住址，我可以以探望的名义带你去拜访一下。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去准备一份大礼。你就是我爸说的叶神医？是。先天有缺之体，算你运气好。除了我，这世界应该没人能治了。住手！你要干什么？谁让你治的？就你这么个臭乞丐，哪像是会治病的样子？我已经请了京城的李神医，他马上就到了。你滚一边去！李神医，您总算来了，快帮我妹妹看看。好，不让我治，那就等着给你妹妹收尸吧。咒我妹妹，老子弄死你！冰儿，救你妹妹要紧。等我妹妹治好，老子再收拾你。没什么大事，就是寒毒入侵而已。待我行针后，再配几贴药就好了。你这一针下去，不是救她，而是要她的命。你给我闭嘴！李神医可是中医协会的副会长，整个龙国医术最顶尖的人，在他面前，你还敢胡说八道？不信算了。年轻人，技不如人没关系，但为了争强好胜，胡说八道就不对了。今天老夫
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本事。好了，好些了。太好了，骗子！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3、2、1。倩倩，倩倩，怎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操！你不是神医吗？你不知道谁知道？一定是你，是你捣的鬼！我弄死你！住手！这个孽障！叶先生，犬子无知，冒犯了您，望您恕罪。爸，他就是个臭乞丐，你怎么闭嘴！逆子，还不赶快过来跪下赔罪！让我给他下跪？让你跪你就跪！怎么，我的话你都赶不清了吗？对不起，杨大夫，你费尽心思请我来，却又让你儿子阻拦我治病，还要对我出手，是什么意思？叶先生，是我考虑不周，还望您看在我兢兢业业这么些年的面子上，饶过犬子这一次。我们杨家如今可是天海市第1大家族，到底是什么人能让我爹如此卑躬屈膝？杨大福，今天看在你的面子上，饶他一次，但若再有下次，绝不饶恕。是，多谢叶先生。倩倩，杨会长，桂小姐她已经去了。什么？倩倩，我的女儿啊！怎么会这样？都别嚎了，他还有救。求叶先生出手救救我女儿！既然之前答应你了，自然会救她。杨会长，你女儿她已经气息全无，已经神仙难救了。爹，妹妹她已经去了，你不能让她再……都住口！谁再敢多说一句话，休怪我不讲情面。这难道是传说中能活死人、肉白骨的芙蓉九针？倩倩，倩倩醒了。这简直就是神迹！叶神医医术高超，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求您收我为徒，让我跟着您修习医术吧。没空。人也救了，我就先走了。多谢叶先生，我送你。以后你要是再敢对叶先生不敬，就别怪我大义灭亲。宛如，已经有人去通报了，听说杨会长在接待一个大人物，咱们再稍等一会儿。没事，毕竟是见杨会长，多等一会儿也是应该的。你们看，是不是杨会长出来了？没错，那个就是杨会长。旁边那个就是杨会长接待的大人物吗？竟然让杨会长给他开车门。那个人好像是叶天宇。什么？什么？宛如，你是不是看花眼了？我也不知道，但我看着很像。宛如，你肯定是看花眼了。就那个臭乞丐，不可能让杨会长对他如此尊敬。可能是吧。不好意思，三位，杨会长说了，今天不见任何客人。您能不能再帮我们？请回吧。叶先生，这就是天海市最豪华的天阙1号别墅，您看还满意吗？还不错，没什么事你就先回去吧。是，叶先生有什么吩咐，随时联系我。我爷爷那个偏心眼，明明我林子栋才是林家长孙，他竟然把公司交给林婉如了。要是交给我，林家早就超越4大家族了。林子栋，别吹牛逼了，你快看，天阙1号居然住人了！不可能，天阙1号被买下来后，从来就没住过人。我去，真住人了！哎，你乱拍什么？万一惹怒大人物，咱们俩就完了。我有用。
天宇，你可算回来了。昨晚是我管教不当，让你受委屈住到外面去了，真是对不住啊。昨天是我自己有事要处理才离开的，而且我住的挺好的，一点都不委屈。能有多好？难不成还能比我们林家的大别墅还好吗？叶天宇，只要你答应不再纠缠婉如，我可以送一套别墅给你。不用了，已经有人送了我一套天阙1号的别墅，我住着挺舒服的。又在吹牛。天阙1号的别墅成交价都快赶上我们林家全部的资产。切，就凭你一个无权无势的臭乞丐，能住进那里？天阙1号别墅自从被一个神秘富豪拍走后，从来就没住过人。按你的意思，是那个神秘富豪专门给你准备的？好像确实是的。你住口！你们都当我不存在了吗？以后谁都不能再说让天宇和婉如分开的事。妈，我给林家带回来一个天大的机缘。啊！爷爷，我今天可是给咱们林家带来了一个大机缘。整天不学无术，就知道跟那些狐朋狗友吃喝玩乐，你能给林家带回来什么机缘？爷爷，我没撒谎，真的是很大的机缘。子栋，妈妈相信你，快说是什么机缘？妈，昨晚我看到天阙1号别墅住人了。什么？真住人了？爸妈，能住在天阙1号的肯定是大人物，我们趁着其他人还不知道，赶紧上门拜访一下，对林家来说不就是很大的机缘吗？那个子栋，你看清楚住天阙1号的人长什么样子了吗？当时天太黑了，没看清楚，不过我拍了照片。儿子，你这照片怎么拍的这么模糊？没办法，当时天太黑，拍的时候又被我朋友碰了一下。我怎么感觉照片上的人这么熟悉呢？对，就跟他穿的一样。我当时还疑惑，怎么穿的跟乞丐一样，估计是大人物的特殊癖好吧。哎呦，你看这事儿闹的！早知道你这么有实力，我们之前也不会阻止你跟婉如结婚了。快坐下。之前是我们招待不周，先吃点瓜子，我一会儿就吩咐厨房，中午做顿大餐招待你。妈，他谁啊？子栋，还不快喊姐夫！姐夫？这，他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山里来的臭乞丐？这孩子怎么说话呢？这是你姐夫！妈，你是不是误会啥了？我只是说他穿的跟那个大人物很像，又没说就是他。我让我兄弟在那儿监视着呢，那个大人物还在别墅呢。什么？原来昨天晚上在我门口的是你们。叶天宇，差点就被你骗过去了。我就说他一个臭乞丐，怎么可能是住天阙1号的大人物？爸妈，你们别听他瞎说，他就喜欢吹牛，10句话里都没一句是真的。其实臭乞丐，就是你缠着我姐不放。我劝你最好滚出林家，否则我打断你的双腿。就凭你，你敢瞧不起我？我告诉你，老子可是天海一霸，认识很多牛逼的道上大哥，信不信我分分钟找人弄死你？你在胡说什么？天宇是你姐夫，以后不可对他不尊敬，更不能对他动手。爷爷，我谁呀？他妈的，敢砸我林家的大门！我砸的，你不服气？你是黑龙会的刀爷。张刀，你来干什么？林总，合作的事儿，喝了这杯酒咱们再谈。我去一趟洗手间。喝了我的药，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救我！林总，今天我来不是找你的，我是来找他算账的。刀爷，是不是误会了？我没得罪过，也不敢得罪您呀。不敢得罪我？那你他娘的昨晚还敢招惹我的女人？我们昨天确实喊了几个女的一起玩，但我真不知道里面有刀爷的女人啊。怎么？你一句不知道就想让我放了你？今天你们林家必须给我一个说法，否则
我就废了你3条腿！妈姐，救救我呀！张刀，我们林家愿意赔偿，你开个价吧。还是林总识物，赔偿1个亿，你再陪我3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谁敢暗算老子？是我，差不多得了，再闹下去，我现在就废了你。叶天宇，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刀爷可是黑龙会的，他亲哥哥就是黑龙会4大堂口之一的豹堂堂主张豹，得罪了他，我们林家就完了。小子，我不管你是谁，在天海市遇到你刀爷，是龙要盘着，是虎也要握着，给我把他腿打断！老子今天要把他的指头一根一根拔下来！小子，怪不得敢这么嚣张，原来是有点实力。不过老子可是化境高手。花里胡哨。妈的，你只会用暗器吗？有本事跟我真刀真枪的干一场！哼，你还不配！敢瞧不起我，老子跟你拼了！你有种，有本事别走，老子现在就去叫人！叶天宇，你也太冲动了，你怎么能打张刀呢？不就是个混混吗？打就打了。什么叫打就打了？得罪了黑龙会，我们林家在天海就没有容身之地了。你简直就是个灾星祸害，我们林家就要毁在你手里了。本来好好说，赔点钱就能解决的事情，现在完了，闹大了。不就是个黑龙会吗？如此无法无天，是该整顿一下。叶天宇，黑龙会4大堂主可都是宗师实力，你能打得过吗？而且黑龙会背后还有龙腾商会，这是能打就能解决的事情吗？宛如努力了那么久，林家马上就能加入龙腾商会了，被你这么一闹，全都要泡汤了。敢打我张豹的弟弟，老子活撕了他！林家马上就能加入龙腾商会了，被你这么一闹，全都要泡汤。够了，都闭嘴！你们应该相信天宇有解决这个事情的能力。爸，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相信他一个小乞丐？我看我们应该现在就押着他去黑龙会赔礼，说不定还让他们放林家一马。对，我爸说的没错，咱们现在就去。不行，爸妈，叶天宇他也是为了保护我才站出来的，我们不能这么对他。这张卡里有100万，你拿着赶紧离开天海市吧，黑龙会那边我来承担。不行，他不能走，他走了，黑龙会会灭了我们林家的。没错，宛如不能放他走，事情是他闹大的，他理应留下来善后。妈，我们不能忘恩负义，那也不行，他走了，我们林家怎么办？飞机，相信我，不就是一个黑龙会吗？我真的能解决。叶天宇，你为什么就改不掉吹牛的毛病呢？林家的人呢？给老子滚出来！敢打我张豹的弟弟，我看你们有几个胆子！完了，张豹堂主，前面的事都是误会，我们林家可以赔钱。林总，你觉得我黑龙会是缺钱的人吗？打了我黑龙会的人，想花点钱就买平？那你想怎么样？先把打我弟弟的那个人交出来，让我废了他的双手双脚再说。是他，张豹堂主，是他打的你弟弟，跟我们林家没有关系。最近叶先生来天海市了，都给我记住清楚他的长相。记住，他是我们不能招惹的大人物，特别是你张豹，最近收敛点，要是不长眼惹到了叶先生，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你。大哥放心。还有，叶先生喜欢低调，如果你们有缘见到叶先生，不必声张。是。
你怎么了？这大门怎么开着？刘少，你来了，快请进。林老爷子，既然林家有大人物在，那这件事儿就一笔勾销。我们先走了。哥，走。你跟张豹认识？不认识。那他怎么？应该是有人交代过他，所以他不敢说。难不成叶天宇真的是低调隐藏身份的大人物？我知道了，是刘少惊退了张豹。豹爷什么身份？我他妈拿什么惊退？一点小事，他应该是顾及我刘家的势力。我知道了，是刘少惊退了张豹。豹爷什么身份？我他妈拿什么惊退？一点小事，他应该是顾及我刘家的势力。原来是这样，刚才我差点信了这小子的胡话。可不是嘛，这种功劳也冒领，实在太不要脸了。叶天宇，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能不能不要老是胡乱吹牛？好了，可能就是个巧合而已。我相信天宇不是这样的人。不知道刘少今天来是有什么事？林老爷子，其实我今天来是给林家带来了一个大好事——龙腾商会晚宴的邀请函。是的，其实这个宴会早就该举行，只是因为杨会长的千金病重，才拖延到明天晚上举办。可不是像某个人说的，被他给取消了。下次不要乱吹牛。宛如，你要好好准备一下。我一定会尽力的。其实真的没有必要，不就是加入龙腾商会吗？一个电话的事，干嘛搞那么复杂？叶天宇，你不吹牛能死啊！臭乞丐，又来这个！你要是真有那本事，先搞来晚宴的邀请函再说。就你这样子，穿得破破烂烂，就算给你邀请函，恐怕你也进不去吧？请问叶先生在这儿吗？我是。叶先生，我家倩倩小姐邀请您参加明天晚上的龙腾商会晚宴，这是邀请函。好的，我知道了。不可能！这种最高等级的金色邀请函，我们刘家都没收到过。你这个肯定是假的。你没收到过，不代表别人收。哼，叶天宇，这邀请函还有刚才那个人，肯定都是你雇来的。行了，都少说两句。刘少，不管怎样，还是多谢你送来的邀请函。等改天有时间，我让林红跟云秀到刘家去登门道谢。林老爷子客气了，为了宛如，这点事不算什么。林老爷子，既然邀请函已经送到了，那我就先走了。叶天宇，刘少他帮了我们林家这么多次，你现在怎么说也算是我林家的人，怎么能这么对恩人？不是，是刘杰他……行了，你们两个小夫妻吵架就别在我们面前了，晚上回房间再继续吵吧。爷爷，您说什么呢？从今往后，天宇你就别去外面住了，就住宛如房间吧。你俩尽快给我生个大胖小子出来。林爷爷，要不还是算了吧，毕竟我们才刚开始接触，还是等再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再说吧。也行，那就按你说的办，委屈你先住客房吧。不过你们可要尽快，别让老爷子我等太久。放心吧，林爷爷，我会努力的。流氓无赖！不过你们可要尽快，别让老爷子我等太久。放心吧，林爷爷，我会努力的。流氓无赖！明明早已经达到了大宗师境的极限，为什么就是无法突破到超凡境？难道真跟老东西说的一样，是因为我儿时记忆有缺，道心不稳？看来还是要尽快找到我小时候唯一记得的那个小姑娘。叶先生，您让我查的那个小姑娘，我查到了。我去！叶先生，你说什么？没事，我在林家，你来找我当面说吧。爷爷真是的，竟然让我来给这个无赖送宵夜。叶天宇，你这个流氓无赖，你在干什么啊？宛如，你听我解释。我都看到了，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你这个流氓！我冤枉啊！叶先生，您看一眼，这照片上的是不是您要找的当年在火灾现场的小女孩？没错，就是她。她是谁？现在在哪儿？叶先生，说来也巧，
您要找的人其实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的意思是，这个小女孩就是林婉如？瞒不过叶先生，您要找的小女孩就是林家的林婉如。这么一看，确实跟小时候还有几分相似。叶先生，我还查到一件事，不知道对您有没有用。讲吧。 15年前，天海市3大家族分别是叶苏沙3家，而那场大火中被灭门的，就是叶家。你是说那场大火中被灭门的家族姓叶？没错，而且我还查到，当年的林家其实很有希望成为第4大族，但那场大火后，林家就被苏沙2家站针对，才没落成为了如今的林家。叶家，难道跟我有什么关系？林婉如，说不定是你误会叶天宇了。如果他真的在做那种事，怎么可能连裤子都不脱？药效很快就过去了，你自己忍忍吧。帮我，还是跟他道个歉去吧。叶天宇，你睡了吗？人呢？大晚上跑外面干嘛去了？等一下，那道身影是杨会长。杨会长怎么会对叶天宇如此恭敬？等一下，那道身影是杨会长。叶家的事情，你再帮忙查一下。另外，让林家加入龙腾商会吧。是，属下这就回去办。回去吧。哎，好。杨会长呢？婉如，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救过一个小男孩？我明明看到杨会长在这儿。叶天宇，不会是你把杨会长撵走了吧？叶天宇，你拿着我小时候的照片干什么？难不成刚才在房间里，你是拿着我小时候的照片？流氓变态，我再也不会理你了。不是，你能不能听我解释？林婉如，叶天宇，你怎么会在这儿？你还真敢混进来！这可是龙腾商会的晚宴，要是被他们发现你伪造金色邀请函，你必死无疑。什么？你竟然敢伪造邀请函？今天可是林家能否加入龙腾商会的关键时候，要是因为你搞砸了，你承担得起后果吗？你赶紧离开！谁说的我邀请函是假的？叶天宇，别装了，连4大家族的族长都从没收到过杨家的金色邀请函，你一个山里来的臭乞丐，难不成你的身份比他们还尊贵？叶天宇，趁着现在事情还没暴露，你赶紧走吧，要不然……叶先生。叶先生，好美的长相，好清纯的气质，一点也不输林婉如。你好，我是刘家。叶先生，你好。凭什么这个山里来的乡巴佬，凭什么能让这样的女神主动打招呼？美女你好，我是4大家族之一刘家的刘杰。美女，我建议你离他远点，他伪造邀请函混进晚宴，一会儿肯定会被杨家教训的，小心一会儿连累了你。你说，叶先生的邀请函是伪造的？他就是个山里来的没权没势的臭乞丐，废物一个。闭嘴！叶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以后就是我哥哥。你要是再敢贬低他，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救命恩人！敢说叶哥哥是废物，我看你才是废物！找死！刘少，别冲动，这里可是杨家的晚宴。你们给我等着！叶天宇，你竟然敢背着婉如在外面勾勾搭搭，我现在就告诉婉如去！叶哥哥，我打个电话给我爸，一定让他跪在你面前求饶。不必，跳梁小丑而已，
随时都能捏死。我怕我老婆误会，得过去一趟。宛如，叶天宇那家伙太过分了，一边缠着你不放，一边还在勾三搭四，你赶快去教训他。我们本来就是协议夫妻，只要不影响林家，他想做什么是他的自由。什么？宛如，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刚收到消息，今晚加入龙腾商会的名额从3个变成1个了，而且已经被内定了。什么？怎么会这样？林家没希望了。宛如，你别着急，我去找一下刘少，说不定他有办法。哎，这是杨会长的决定，就算是刘家家主亲自出面，也很难改变吧？怎么不高兴？是吃我的醋了？你这个变态渣男，谁会吃你的醋啊？离我远点！开玩笑的，我刚才听到你的话了，不用伤心，我已经跟杨大夫说好了，今天加入龙腾商会的名额就是你们林家的。又吹牛，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的鬼话吗？好吧，你不相信也没办法，不过你一会儿就知道了。喂，是林婉如林小姐吗？是我，你是哪位？我是龙腾商会的会长杨大福。您是杨会长？您怎么会给我打电话？是的，林小姐，给您来电就是提前跟您说一下，这次龙腾商会的入场名额是林家的。您是说今天唯一的那个名额是我们林家的？是的。太好了，多谢杨会长，我们林家会努力证明您今天的选择没有错。叶天宇，你怎么做到的？杨会长竟然真的把唯一的名额给了林家。这次龙腾商会的入场名额是林家的。宛如，刘少刚才给他爸打过电话了，说不定加入商会的事还有转机。刘家主亲自出手帮忙了。是的，我爸答应了，会尽全力。宛如，你怎么了？刚才杨会长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说今天的名额是林家的。刘少，没想到刘家主效率这么高。我就是装装样子，电话根本就没打出去啊。毕竟我们刘家也是天海市4大家族之一，杨会长还是要给点面子的。你们刘家有这个面子？这名额不是我刘家要过来的，难不成是你要过来的？是我要过来的。臭乞丐，你也不撒泡尿照照，看看自己配吗？刘杰，之前我不屑对你出手，但你要是再敢在我和婉如面前聒噪，我会让你和刘家一起消失。叶天宇，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一个臭乞丐，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吗？今天我必须给你一个教训！这是糠气化形，刘杰突破化境了！去死吧！不要！怎么可能？突破化境又如何？在我面前跟蝼蚁无二。这谁呀？竟然敢对刘少动手，不想活了吧？这可是杨家的晚宴，杨会长最讨厌的就是有人不守规矩，估计他没法活着离开宴会了。叶天宇，你中计了，你能打又如何？使用假的邀请函，还在晚宴上动手伤人，等下杨会长到了，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叶天宇，你不要冲动，赶紧给刘杰道歉，等杨会长来了就晚了。别说在晚宴上，就是我当着杨大福的面杀了你，他也不敢说一个不字。你们都听到了吧？这个臭乞丐竟然敢不把杨会长放在眼里，还不来人，把这个狂妄的臭乞丐拿下！谁要把我杨大福的贵客拿下？
谁要把我杨大福的贵客拿下？臭乞丐，这下你完了！不仅大闹宴会，还敢当众蔑视杨会长。今天就算你有9条命，也不够死的！臭乞丐，你平时吹牛也就算了，怎么敢蔑视杨会长呢？今天不仅你要倒霉，宛如和林家说不定也要受到牵连。叶天宇，赶快给杨会长道歉，现在道歉还来得及。叶先生，招待不周，请您恕罪。叶先生，什么情况？杨大福怎么会对叶天宇这么尊敬？杨会长，他伪造金色邀请函，还大闹宴会，不把您放在眼里，您不应该给他点教训吗？谁说叶哥哥的邀请函是伪造的？那个邀请函是我亲手送给叶哥哥的。他就是刚才跟叶天宇打招呼的那个人。你是谁？金色邀请函杨家从来没送出去，你哪来的权利送？她是我杨大福的女儿。她就是杨会长的女儿，怪不得气质外貌如此出众。之前不是听说杨会长的女儿一直体弱多病，很少露面吗？我看着不像是体弱多病的样子啊。竟然是杨大福的女儿，我刚才还威胁她，不过也怪不得我，谁让她不长眼，跟那个臭乞丐走在一起。没错，今天宴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跟大家正式介绍我女儿杨倩倩，同时也是要感谢一位恩人。几天前，就是他治好我女儿多年的顽疾，救了我女儿的命，也是为了感谢他，我才临时决定把这次加入龙腾商会的匡金的唯一名额给了林氏家族。刘姐，你是不是要说这神医是你刘家找的吧？说不定杨会长并不会说出神医的名字，我先认下来，反正没人知道。没错，我刘家身为天海市的超级家族，找个厉害的神医算什么？刘姐，你的脸皮还真是够厚的。叶天宇，你说什么呢？这神医不是刘家找的，难道还是你找的不成？蠢女人，闭嘴吧！叶天宇，你……没错，这位神医不是别人，正是叶天宇，叶先生。在此，我代表杨家再次感谢叶先生对我女儿的救命之恩。什么？这位神医不是别人，正是叶天宇，叶先生。刘姐，我还真不知道刘家什么时候请我去给杨小姐看病了。叶先生，晚宴到此就基本结束了，以后您有什么吩咐，尽管来找我，我还有事儿，就先不打扰了。叶哥哥，有空记得来找我玩啊！叶天宇，真的是你治好了杨会长的女儿？是的，上次击剑俱乐部，我有事先走，就是去救他。原来如此，那天他真的不是临阵脱逃，我竟然还误会了他那么久。叶天宇治好了杨会长的女儿，那岂不是说他的医术很高？那我妈妈的伤，可我之前还一直那么对他，处处针对他，他会愿意出手帮我吗？这么说，那天杨会长家门口的身影就是你，那也就是说，吓退张豹，加入龙腾商会，他之前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是我一直不相信他，一直误会他。对不起，之前是我一直不相信你，我给你道歉。没关系，夫妻之间一点小误会，不需要抱歉。叶天宇，之前是我不对，一直误会你了，我也跟你道歉。没关系。太好了，这么说你原谅我了？不是，我只是不喜欢和蠢女人一般见识。林婉如，你管管她，她骂我蠢。
难怪你敢这么嚣张，原来是救了杨会长的女儿。不过恩情这东西用过就没了，我就不信你能一直靠着这点恩情压我的头。等等，婉如，对不起，我刚刚也是误会了。我确实强烈要求我爸帮忙，而且我爸也确实答应我了，所以我才……没关系，刘少，我相信你也不是故意的，而且你已经帮了我们很多了。你不生气太好了，那我送你回去吧。我还有些话要跟叶天瑜说，就不麻烦刘少了。怎么样了？拿下林婉如了吗？还没，都是因为一个山里来的臭乞丐。现在林婉如跟我的距离更加远了。小姐，公司最多还能支撑1周了。这期间，如果你还不能拿下林氏集团，咱们刘家就危险了。林婉如，既然软的拿不下，那就别怪我用手段了。婉如，龙腾商会的事进展怎么样？不辱使命，林家成功加入龙腾商会了。太好了，我知道有刘少相助，肯定没有问题。婉如啊，这就是权势的力量，没有刘少，我们根本不可能加入商会。可不是嘛，刘少之前就帮了我们不少，这次又帮了大忙，这恩情可怎么还啊？还能怎么还？当然是以身相许。你们看，刘少多喜欢婉如，以后有他照顾，我们林家何愁不能崛起？大妈，你们说什么呢？这次加入商会跟刘少无关，而是多亏了叶天宇。什么？大妈，你们说什么呢？而是多亏了叶天宇。婉如，你脑子没烧坏吧？妈，是真的。这次是因为叶天宇用医术救了杨会长女儿一命，杨会长为了报恩，才让林家加入的商会的。天宇，没想到你的医术竟然如此厉害，看来是得到老神医的真传了。林爷爷过奖了。就算你这次帮了大忙，但可惜恩情只有一次，以后不还是一个乡巴佬，只会一点医术有什么用？住口！如今是我林家的女婿，今后更是对我林家有恩。以后再让我听到有人诋毁天宇，就休怪家法无情了。你们俩也累了，赶紧上楼休息吧。对了，客房的被子不小心被仆人打湿了，今晚天宇就睡婉如房间吧。什么？叶天宇，你赶快拒绝我爷爷，只要你拒绝，其他要求我都答应。你确定？只要不是特别过分的要求，我都答应。你赶快拒绝我爷爷。好的，我听林爷爷安排。叶天宇，我是让你拒绝，不是让你同意。可是，我想同意啊。流氓！行了，你们小夫妻还是回房间再打情骂俏吧。爷爷，我们没有。客房的被子不小心被仆人打湿了，今晚天宇就睡婉如房间吧。没想到外表高冷的林总，房间竟然这么粉嫩可爱，还真是让人想不到。这都是我小时候布置的，长大后一直没空换而已。要是敢说出去，你就死定了！哎呀，叶天宇，你干什么啊？脱衣服。流氓，你不准脱！不脱衣服怎么睡觉？叶天宇，你别太过分。我同意你睡在我房间，只是因为我爷爷的要求。今晚你睡沙发。我不管，我就要睡床上。叶天宇，你给我起来！叶天宇，你要干什么？你是我的妻子，夫妻共处一室，你说我要干什么？
不行，我们不是说好了，结婚只是为了应付我爷爷。我承认，之前我也是被逼来履行婚约的，但现在不一样了。林婉如，你对我很重要。既然缘分让我们结婚，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妻子，谁也抢不走。叶天宇，你要干什么？你说我要干什么？等一下，叶天宇，之前是我先入为主，我不该把别人对我做的坏事迁怒到你身上，也不该以貌取人，不相信你。我向你道歉，但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段时间？当然可以，不过我今天帮了你这么大的忙，是不是应该先给我点奖励？最多让你亲一口。小姐，老爷让我给您和姑爷送了点宵夜。好的，我马上来。林爷爷送的什么东西？是参茶，我爷专门找天海市一个老中医配制的。这里面好像被加了绮罗香。绮罗香？那是什么？我记得之前参茶里面没有这味药材，难道是我爷爷又找人优化了配方？是催情药。这里面好像被加了绮罗香。那是什么？是催情药。叶天宇，你敢骗我？我没骗你啊。那你为什么还敢喝？难道……我可是医仙传人，天生万毒不侵体质，这点启莲香对我来说根本没有效果。切，又吹牛。参茶也喝了，要不咱们去刚才没完成的事？叶哥哥，明天能陪我一起参加一个晚会吗？我跟你又不熟，参加晚会找我干什么？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我都能以身相许了，哪里不熟？我没空，你要是没其他事我就挂了。等一下，叶哥哥，我是真的需要你的帮忙。你不知道，自从昨天我爸爸把我介绍出去后，天海市各大家族的子弟就不断来骚扰我。所以，你是想让我给你当挡箭牌？不行，我是有老婆的人。哼，什么老婆？我都听说了，你跟林婉如就是协议夫妻，而且林家也不待见你。我不管，你要是不陪我，我就去林家说我怀了你的孩子。就这一次，明天来接我。好的，一言为嗯，定。我明天陪杨倩倩去参加一个晚会，你同意吗？你去呗，问我干什么？关我什么事？你不吃醋？我为什么要吃醋？今晚你睡沙发。还说不吃醋？刘少，您今天单独约我出来，是有什么事吗？苏婷，你觉得我对林婉如怎么样？刘少自然是对婉如很好的，这段时间以来帮了婉如很多次。那你觉得我跟叶天宇谁更适合林婉如？这……怎么？难道我刘杰还比不上那个臭乞丐？刘少，您误会了，您当然比叶天宇优秀得多，只是婉如她有自己的想法，她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我也不太清楚。明天你把林婉如约出来，把这里面的东西加到林婉如喝的水里。刘少，我本以为你是正人君子，没想到你是这种人，而且我怎么可能会帮你坑害婉如？苏家私生女苏婷，你也不想你的身份被林婉如和苏家发现吧？而且，你妈妈的伤，再拖下去就没救了。你怎么会知道？
叶哥哥，上车。混蛋，渣男！我让你去你就真去啊！那个宛如，晚上你有空吗？咱们找个餐厅庆祝一下林家加入龙腾商会。可以，确实值得好好的庆祝一下。叶哥哥，上车。倩倩，你终于来了，我可是一直在等你。等我干什么？当然是做我的舞伴了。今天大家都有舞伴。不好意思，我有舞伴了。他是皇家黄有为，因为皇家和苏家关系密切，一会儿他要是说什么，你别搭理就行了，我来应付。而且背后还有京城孙家撑腰，我也不敢太得罪他。他一个下等人，会跳舞吗？会不会又怎么样？倩倩就是想跟我跳。没错，我就喜欢跟叶哥哥跳。小子，招惹不该招惹的人，小心吃不了兜着走。巧了，我这人胃口大，只要来，没有我吃不下的。你有种，我记住你了，希望你能一直这么硬气。叶哥哥，我不是不让你说话吗？早知道就不该让你来陪我的。万一黄有为他……没事儿，他要是不惹我就算了，真惹了我，后悔的一定是他。叶哥哥也太自信了。算了，我还是跟我爸说一声，让他保护一下叶哥哥吧。接下来，我要弹奏的钢琴曲名为《爱恋》，送给我心中的女神杨倩倩小姐。这个黄有为，刚才我都拒绝过他了，还要表白，太不要脸了。弹得真好。弹得实在太好了，这已经不比专业的钢琴师差了。不愧是皇少，多才多艺，身份不凡，哪个女人能嫁给他，简直太幸运了。倩倩，自从第一次见你，我就深深喜欢上了你，做我女朋友好吗？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这钢琴弹的还没我家公鸡打鸣好听，也好意思出来卖我。这钢琴弹的还没我家公鸡打鸣好听。你说什么？小子，既然你说我弹的不堪出耳，那你就上台表演一曲。要是没我弹的好，我拔了你的舌头。那要是我弹的比你好呢？那我以后就再也不弹钢琴了。再加一条，以后你再也不能缠着杨倩倩。叶哥哥，别跟他赌，他钢琴恐怕最少8级以上。晚了，大家都看着呢。要是敢反悔，我现在就拔了他的舌头。这小子竟然真敢上去，脑子进水了吧？哼，穿的跟乞丐一样，恐怕都没摸过钢琴，还敢跟皇少比，找死！一曲《爱恋》送给倩倩小姐。爱恋？这不是皇少刚刚弹奏的吗？他竟然也弹这个，简直是自寻死路。他要是弹其他的，我们可能还听不出来，但一样的曲子，对比就很明显了。感觉叶哥哥更加潇洒飘逸了，好帅气！哼，装模作样，一会儿就会现出原形。
太好听了，那爱恋的感觉直接冲进了我心里。没错，听着他的弹奏，我感觉自己就像故事中的主人一样。叶哥哥太帅了，我好幸福。皇少是吧？你觉得我弹怎么样？小子，你等着，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叶哥哥，你也太厉害了吧！不仅医术这么好，就连弹钢琴都这么厉害。弹钢琴而已，看一眼就会了。我也是刚才看黄有为弹的时候学的。什么？刚学的？婉如，对不起。明天你把林婉如约出来，把这里面的东西加到林婉如喝的水里。不愧是刘少，留给我们的都是这种极品。你们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刘少交代了，今晚你属于我们俩，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只要明天开始这个世界上没你这个人就行了。刘姐想杀人灭口。现在知道有点太晚了。来吧，小美人儿。叶哥哥，今晚我可以跟你一起住天丘1号别墅吗？跟我住一起，你就不怕我吃了你？叶哥哥，我们……要是叶哥哥想的话，我……停车！叶天宇，快去救婉如，她有危险！妈的，哪来的乞丐？赶坏老子的好事儿，识趣的就赶紧滚，否则……婉如她怎么了？在哪儿？就在那边的云顶酒店。刘姐要伤害婉如。刘姐，婉如要是少一根毫毛，我让你刘家满门陪葬。叶哥哥，这是怎么？我有急事，先走了，你照顾好她。哼，臭叶哥哥！婉如她怎么了？在哪儿？刘姐要伤害婉如。刘姐，你给我吃了什么？当然是吃了能让我们俩都很快乐的东西。刘姐，你这个畜生！我这么相信你，你竟然给我下药！婉如，你可别冤枉我，这药是你的好闺蜜苏婷下的，跟我可没关系。不可能，苏婷她绝对不会害我。林婉如，你还是这么天真。不过你放心，我已经替你报仇了。刘姐，你把苏婷怎么了？怎么了？估计这会儿已经死了吧。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你放心，一会儿到床上，你让我付出什么都可以。挣扎吧，你越挣扎，我越兴奋。不要，叶天宇，救我！妈的，你这个贱货，不是看不上那个臭乞丐吗？为什么要喊他的名字？之前是我眼瞎，叶天宇比你强100倍。妈的，老子现在就上了你！妈的，老子现在就上了你！叶天宇，救我！叶天宇，你……天宇，带我回家。不行，你这次中的毒比上次霸道的多，必须马上给你解毒。刘姐，回去洗干净脖子，我很快就会去找你们算账。林婉如，叶天玉，我
要你们死！给我把云顶酒店所有出入口堵死，然后放火！刘少，这会不会……闭嘴！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是。叶天宇，你别走。放心，有我在，谁也不能伤害你。What you doing to me, babe? I'm really feeling your swag. You got me twisted like that. Now I'm smoking on your vibe. Got me straight hitting the floor, but got me flying so high. 天宇，对不起，之前是我一直不相信你，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没事儿，我不怪你。以你的性格，让你跟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结婚，确实很难接受。那你为什么一直对我这么好？难不成就因为那一晚？药效很快就过去了，你自己忍忍吧。帮我。刚开始确实有部分这个原因，也有我师父逼我的原因。后来，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怎么了？外面好像有动静。这样的大火，就算是宗师强者也要死在里面。叶天宇、林婉如，去死吧！哈哈哈哈哈哈！刘少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了？沙少，我这有个交易想跟沙家谈谈，不知道沙家感不感兴趣？那就要看刘少的生意有多大。我刘家1/3的股份，不知道够多大。刘杰，有些事可不能开玩笑，我会当真的。我刘杰说话从不食言。再说了，在天海市，沙家的沙帮可是唯一能与黑龙会较量较量的大帮会，我又怎么敢骗沙少呢？既然如此，那就说说具体的交易吧。需要我沙家做什么？很简单，只要沙家帮我灭了林家就行了。叶天宇、林婉如，去死吧！这么大的火，房间门撑不了多久的。我带你出去。天宇，你走吧，我知道你实力高强，一定能活着冲出去的。带着我只能成为你的累赘。我怎么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抱紧我！救我！这么大的火，我居然没感觉到一丝炎热。叶天宇他怎么做到的？大门就在那儿，天宇，我们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天宇，快走！
天宇，你怎么了？我想起来了，小时候的事情我全想起来了。苏家、刘家、沙家，你们很好。苏家私生女苏婷，你也不想你的身份被林婉如和苏家发现吧？看，叶哥哥回来了。我说了，我能走，快放我下来。叶哥哥，你回来啦！婉如，你没事吧？苏婷，今天的事，给我个解释清楚！婉如，对不起，我一直没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其实是苏家的私生女。天海市4大家族之一的那个苏家，这跟你出卖我有什么关系？当年苏文慧得知我的存在后，害怕被我分丢家产，就设计杀害我跟我妈妈。我跟我妈妈侥幸生还。我本想带我妈妈离开天海市，可我妈妈却受了重伤，生命垂危，一点移动都可能导致她死亡。我以为我隐藏得很好，苏家也逐渐将我遗忘。可是昨天刘杰他……不用再说了。婉如，你原谅我了吗？我同情你的处境，但我无法原谅你的行为。苏婷，从此你我形同陌路。婉如，没事，他只是太累了，需要休息。好好休息。叶哥哥，如果有一天我遇到危险，你也会像救林婉若一样救我吗？会。我就知道叶哥哥心里是有我的。苏家、刘家、沙家，当年你们3家联手灭我叶家满门，如今你们准备好接受我的复仇了吗？苏婷，你来干什么？叶天宇，今天谢谢你救了我，还有婉如。苏婷，你……我已经没什么能报答你了，我的身子还是干净的。你放心，我不会影响你跟婉如的感情，我什么也不要，我只有一个请求，你能帮我治好我妈妈吗？我……不是，你别……谁啊？天宇哥哥，你睡了吗？倩倩，大半夜的你不睡觉，来我屋里干什么？叶哥哥，忽然换个环境，我睡不着，你能陪我睡觉吗？谁啊？倩倩，大半夜的你不睡觉，来我屋里干什么？倩倩，我们孤男寡女的不合适。叶哥哥，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只要我愿意，你也愿意不就行了？这简直就是在勾引我犯罪。叶哥哥，你被子里面怎么鼓鼓的？没什么，就是2个枕头。为什么在被窝里放枕头啊？枕头是因为，对，我睡觉没安全感，这样更有安全感。原来叶哥哥跟我一样，那正好，我陪着叶哥哥。倩倩，等一下，婉如来了。叶哥哥怎么知道是林婉如？说不定是苏婷呢。你快躲起来！我不要，你跟他是协议夫妻，又不是真夫妻，我为什么要躲着他？天宇，你睡了吗？我进来了。你快躲起来！我不要，你跟他是协议夫妻，又不是真夫妻，我为什么要躲着他？
天宇，你床上是枕头，这样睡有安全感。婉如，你不是睡着了吗？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看另外2个房间都开着门，但却没人住，只有你这个房间关着门。杨倩倩和苏婷呢？都走了吗？可能是吧，我也不知道。我把你送到房间就过来了。你还说呢？你为什么把我自己放在房间里？这个时候你不应该陪着我吗？我这不是怕你……别乱摸。怕我什么？怕你太累了，我再会影响你休息。可是我想让你抱着我睡。没想到平时高冷的美女总裁林婉如也有这么小鸟依人的时候。林婉如，你怎么能说出这么羞人的话？好啊，那我们还去刚才那个房间睡吧。放手！为什么？直接在你这儿睡不就行了吗？不行！可是我想让你抱着我睡。不行！为什么？那个是因为叶天宇，你这被子里真的是枕头？对啊，就是枕头啊，不是枕头还能是什么？真的吗？苏婷，你怎么也在这儿？你们，叶天宇，婉如，你听我解释。你们都躺一个被窝了，还解释什么？叶哥哥，你凭什么跟他解释呀？她又不是你真的老婆。作孽呀！他俩也在，那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他俩也都听见了，羞死人了！哎呀！婉如，你终于肯出来了。婉如，昨天你走后，我就把他俩都撵走了，真的，我们之间真是清白的。这是你亲手做的吗？林婉如，我给你10分钟回到林家别墅，否则你就见不到你的家里人了。姐，快来救我们！怎么了？我家出事了！沙子豪，我林家跟沙家井水不犯河水，从未得罪过你，你为何如此？你们确实没有得罪过我，不过有人花大价钱买你们的命。少少，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把林家的钱全部给你，你放我们一条生路。你说有没有可能杀了你们，林家的一切也是我的？少少，得饶人处且饶人，您到底怎样才能放过我们？我听说你们家林婉如长得不错，一会儿她回来要是能让我满意，说不定我还能饶你们。休想！杀了我们，就算你是沙家少爷，也逃脱不了制裁。林正国，你都一把年纪了，怎么还这么天真？我杀了你们，只需要再放一把火，到时候毁尸灭迹，谁能查到我？这么多年了，你沙家还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婉如，不要管我们，你快走！不要管我们，只要你还在，林家就还在。快走！对不起，姐，我不该让你来的。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救你们的。没想到天海市还有你这号美人，我还真要谢谢刘杰。你是刘杰派来的？
堂堂4大家族之一的沙家，竟然也会听刘杰的话？就凭他，哪敢命令我？如果不是他承诺给我刘家1半的股份，我又怎么会帮他办事？1半的股份，刘杰，你还真是舍得！我林婉如到底哪里得罪你了，让你要对我林家赶尽杀绝？行了，别废话了，老子已经迫不及待要享受你这个美人了。既然人都到齐了，除了林婉如，其他人都杀了。今天有我在，你们谁也杀不了。啊！都他娘看我看吗？个臭乞丐，给我把他大卸8块！给我跪下！这怎么可能？我今天带来的可都是我沙帮的精锐，全是化境强者，怎么可能连1招都挡不住？沙家，我还没去找你们，你们倒是先送上门来了。既然如此，那就先拿你开刀吧。饶命！天宇，等一下。虽然我也很想杀了他，可他背后是沙家，沙家现任家主是沙霸天，是宗师强者。怕了吧？杀了我，你们这里所有人都要陪葬！你，叶天宇，你太冲动了！杀了沙子豪，沙霸天不会放过你的。完了，沙子豪如今死在林家，等沙霸天收到消息，我林家必定要给他儿子陪葬。叶天宇，你为什么这么冲动？你住口！如果不是天宇，我们一家已经死了。我知道，可如果他不杀沙子豪，我们和沙家还有缓和的余地。你太冲动了，杀了沙子豪，沙霸天不会放过你的。走，我现在就带你去机场，你赶快离开天海市。宗师而已，没事的。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开玩笑了。可如果我走了，你们怎么办？我们林家的根在这儿，我们走不了。不过你放心，今天的事是沙家理亏，大不了我献出林家财产，让杨会长帮我主持公道。对呀，是沙子豪无缘无故欺压我林家，而且他也不是死在我们手里。只要叶天宇跑了，有杨会长的庇护，沙霸天不敢拿我们怎么样。那个天宇啊，要不你就赶紧走吧，你留在这儿反而会拖累林家。妈，你说什么呢？天宇，你快走，是你亲手杀了沙子豪，沙霸天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就算是杨会长也不能公然包庇你，所以你只能离开天海市。婉如，其实不用这么麻烦，我可以。我不能送你去机场了，我需要赶快去见杨会长，我会找人给你订好机票，你赶快离开。快走！那我真走了。走，走得越远越好。叶天宇。Let it all fall away. You don't give a damn if I leave or I stay. Have mercy, darling, have mercy. Have mercy, 'cause I ain't strong. Have mercy.
那我真走了。这意思哪儿都好，就是不听人说话，回头一定要狠狠教训他一顿。给你1个小时，能不能查到沙霸天现在在哪儿？叶先生放心，能查到。不过属下能不能问一下，您找沙霸天干什么？杀人。叶先生，沙霸天是老牌宗师强者，距离大宗师也只有1步之遥。沙帮也是高手众多，您自己去是不是太冒险了？需不需要我把黑龙会的人派过去？不用，你顺便给我查一下苏刘两家，我有账要和他们算。是。对了，一会儿林如会联系你，你稳住他就行。是，叶先生放心。苏婷，我也没办法了。你妈妈她能坚持这么久，已经是奇迹了。按现在的情况，估计最多还能再撑10天左右了。谢谢你，王爷。这些年如果不是你，我妈妈早就死了。我跟你妈一起长大，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也别太伤心了，对现在的她来说，死亡或许就是解脱。妈，你放心，我已经找到或许能救你的人了。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一定求他来救你。杨会长说了，我们会没事的。太好了，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能保住性命就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林家一定能重整旗鼓。太好了！天宇他应该已经坐上飞机了吧？什么？你说叶天宇没上飞机？叶天宇，你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不上飞机？婉如，不行就别管他了。要不是他一意孤行杀了沙霸天，有杨会长从中周旋，他也不至于要逃走。就是，连我都知道听人劝吃饱饭，他老是一意孤行。姐，你就别管他。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呢？叶天宇他不仅帮我们加入了龙腾商会，还救了我好几次。如果不是他，我早就死了。女儿，今天之前，叶天宇还救过你。林总，合作的事儿，喝了这杯酒咱们再谈。我去一趟洗手间。喝了我的药，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救我！我要去找他。帮主，帮内高手都到齐了。今天老子要把林家的人全部碎尸万段！等一下，你要拦我？不是的，帮主，是我刚收到消息，杀死少帮主的不是林家人，是一个叫叶天宇的。叶天宇，很好，老子不会让他死得那么轻松，老子要把他做成人质。不错，人这么齐，省得我一个个找了。妈的，不管你是谁，敢在今天来沙帮闹事儿，必须死！今天我是来杀人的，不想说那么多废话。你是谁？敢来我沙帮杀人？你就是沙霸天吧？你们刚才不还在找我，说要把我做成人质？怎么我站在这里，你们都不认识？给我拿下他！我要亲自砍下他的四肢！我要亲自砍下他的四肢！宗师强者，怎么会有如此年轻的宗师强者？他娘的，你们站着干什么？看戏吗？啊，杀啊！沙霸天，去死吧！你们竟然敢背叛我！你竟然突破到宗师了！没想到还能遇到这种事。谭乐，我如此信任你，你为
什么要背叛我？沙霸天，你们父子在天海市横行霸道，欺男霸女，就连我姐姐也遭了你的毒手。我潜伏进沙帮，就是为了有一天能亲手杀了你。哈哈哈哈哈哈！又是这种老套的忍辱出复仇剧情。可惜我沙霸天在天海市混这么多年，可不是靠嘴皮子。你以为刚刚突破宗师就能杀死我了？我知道，你也是宗师强者。只要你跟我联手杀掉沙霸天，我可以把沙家的财产原封不动的交给你。把沙家的财产原封不动的交给你。为什么？你不是来杀沙霸天的吗？因为杀他，我一个人就够了。狂妄！老子今天就先杀了你，再清理门户！怎么可能？你到底是谁？半步大宗师的沙霸天，竟然被一击秒杀！既然你们跟沙霸天不是一伙的，那就暂且饶你们一命。多谢叶公子帮我报仇雪恩，按照承诺，我可以帮您整合掌控整个沙家，让沙家成为您在天海市的势力。还有我和一众高手也愿意跟随您。整合之后，成立一个正经公司，以后禁止再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儿。是。叶先生，您让我查苏刘两家，我才发现刘家刘氏集团已经亏空，只剩一个空壳子了。刘杰父子现在正紧急变现，看样子是准备跑路了。把他俩给我抓起来，我还有用。是。另外，叶先生，您真的不需要我派人帮您对付沙霸天吗？不用了，沙霸天已经被我杀了。沙霸天可是以前的天海市传奇，无敌霸主，竟然这么快就被叶先生除掉了。怎么？你有问题？不是，属下只是太惊讶了。抓到刘杰父子后通知我。是。你真的决定了？要知道，像叶先生这样身份地位和实力的人，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更何况林婉如在叶先生心里有着特殊的地位。可是，像叶哥哥这样的男人，这个世界也不会再有第二个。求叶先生出手，救救我女儿！既然之前答应你了，自然会救她。这去找他吧。爸，你放心，我一定不会后悔的。沙家一灭，刘家也是待宰的羔羊，如今就只剩下苏家了。叶天宇，我妈妈快不行了，你能不能救救我妈妈？让我做什么的都行。真的做什么都可以。苏家主，不知道今天喊我们来有何事？出来吧。苏叔叔哪里找来的如此巨色？不知可否割爱？这是我的私生女苏婷。对不起，苏叔叔，是我失言了。苏婷，跟黄家长和黄公子也说一说吧。叶天宇，当年叶家灭门的遗孤已经是大宗师境界，且已经杀了沙霸天，灭掉了沙家和刘家，下一步目标就是苏家。什么？沙家和刘家被灭了？这怎么可能？刘家还好，
可沙霸天不是号称超凡境下无敌，怎么可能被杀？叶天宇和杨家关系密切，是杨大福出手帮忙了。消息我已经核实过了，沙霸天父子已死，刘杰父子不知所踪。苏家主为何要跟我们说这件事？当年林家灭门，是你苏沙刘三家谋划，跟我黄家无关。当年都以为灭叶家的主谋是我苏家，其实我苏家也是受到了京城孙家的指使。什么？天宇，当年叶家灭门的遗孤已经是大宗师境界。黄家主现在还认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吗？如今天海四大家族已去2家，只要你我联手灭了叶天宇和杨家，那今后这天海市就是苏黄2家的天下。不仅如此，你黄家在京城孙家的地位也会因此水涨船高。你做得不错，你放心，事成之后我会去掉你私生女的身份，苏文辉那边我也会帮你惩罚。谢谢，爸。刘杰，你到底怎么惹到杨会长了？我没有啊，爸，我怎么可能去招惹杨会长？那为什么黑龙会会派出这么多高手抓我们？我不知道呀。我真的不知道，杨会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们父子没得罪过您啊！是啊，杨会长，4大家族里只有我们刘家加入了龙腾商会，我们一直很尊敬您啊。叶天宇，你没死？怎么可能？那么大的火，就算是宗师也要死，你为什么没死？那场大火果然是你的手法。不过我还要感谢你，是那场大火让我想起了一些东西，所以你们还有什么遗言吗？既然没有，那你们就下去吧。杨会长，是他让你抓我们的吗？他出了多少钱，我也可以出，5个亿，我这还有5个亿，我全给你，只要你放了我们。杨会长，你说话呀！我海外还有些资产，价值也有好几个亿，我也可以全转给你。只要你放我一条生路。杨大福，好歹也是杨家家主，天海市数1数2的人物，为什么要如此报复一个山里来的臭乞丐？就因为他救了你女儿，这个废物！看来你们还没认清，那我就让你们死个明白。只要叶先生下令，就算让交出龙腾商会和黑龙会，我也要照做。怎么可能？他明明就是一个山里来的臭乞丐，他凭什么？废话已经说的够多了，刘正，我给你2种死法，第一种是被折磨致死，或者你回答我一个问题，我让你死得轻松一些，你选哪个？不要，我知道你之前跟我儿子有些误会，你可以杀了他，我保证不会再招惹你，而且我可以把我的钱全转给你，只要你放。什么东西啊！叶先生，求你放过我吧！既然你不选，那我就帮你选。这道真气会在你身体里不断破坏你的内脏，一点点撕裂你的血管和神经。不过你放心，它还自带治疗能力，会在你快要死的时候修复你的伤势。也就是说，只要真气不散，你就永远死不了，只能永远承受这种生不如死的痛苦。不要啊！不要啊！也就是说，只要真气不散，你就永远死不了。啊！我全都说。当年你们苏沙刘3家为何要灭叶家满门？叶天宇，你姓叶，你是叶家人。回答我的问题。我全都说。当年灭门叶家是苏家牵头的，我们刘家和沙家都是收了苏家巨大的好处才跟着出手的。苏家为何要这么做？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听说苏家也是受到京城一个大家族的指使才这么做的，其他的我真的都不知道了。京城，这么说，我只能从苏家那里问了。叶先生，苏家那边你还是要小心一些。天海4大家族中，苏家底蕴最深，连我都摸不透他们的底牌。而且苏正孝的城府和算计，也远不是沙霸天和刘正这种莽夫能比的。放心，我心里有数。叶天宇是吧？我是苏正孝，你应该认识我吧？当然认识。
那我也不绕弯子了，明天我们找个地方见一面，怎么样？那我也不绕弯子了，明天我们找个地方见一面。没问题。叶先生，这很可能是个陷阱，苏正孝肯定是已经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想要先下手为强，先发制人。看起来是的，不过不是只有他没有准备。杨大夫，这次可能要麻烦你一下了。叶先生，您只管吩咐，属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苏家主，如此明显的鸿门宴，你说这叶天宇他会来吗？他会来的。苏家主为何如此肯定？叶天宇相比也不是傻子，而且他背后还有杨大福那个老狐狸支招。因为他年轻。黄兄，试想一下，如果你在20岁就突破到了大宗师境界，放眼整个天海市，甚至周边数省都鲜有敌手，你会怕敌人那些上不了台面的算计吗？还是说你会选择亲自上门，用绝对的实力去粉碎敌人所有的阴谋？不愧是苏家主，对人心的把控实在是精妙。说曹操，曹操到。叶小友，果然是年轻有为，如此。废话少说，找我来干什么？叶小友，果然是年轻有为，如此。废话少说。没想到叶小友如此快人快语。既然如此，那我就直说了。其实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和解的。灭门之仇，是你想和解就能和解的？我知道你肯定不甘心，但如今你已经灭掉了沙柳两家，该报的仇也报了大半，仇恨应该也宣泄的差不多了。你还这么年轻，前途不可限量，何必把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无休止的复仇上呢？苏家主说的如此冠冕堂皇，不如先让我杀了你全家，然后咱们再坐着说这句话。茶要凉了，叶小友是怕我下毒？对。小子，你别太嚣张！就算你是大宗师又如何？我们这可是有2名大宗师坐镇，还有数多名宗师高手在外面守着。以你现在的实力，根本奈何不了我们。你敢动苏家，就是与我黄家为敌。我倒是有些好奇，黄家为何要掺和进我跟苏家的事？我们之前似乎并无仇怨。我黄家行事何须向你解释？难不成灭我叶家满门的京城祸首，就是你黄家背后的京城孙家？哼，不得不说，叶小友很聪明。不过这都不重要了，因为你今天就要死在这儿了。为什么？为什么你还能运转真气？你明明没喝茶，对吧？你们从进来就一直引诱我喝茶，是想让我以为茶里有毒，但其实真相恰恰相反，茶里的是解药，香薰才是毒药，对吧？你怎么会知道？就你们这点上不了台面的小把戏，我10岁的时候就已经过完了。小子，算你聪明，不过就算被你识破了又如何？如今我们2对1，占据绝对优势，照样能弄死你。别急啊，你们以为我陪你们废话这么久，就是为了等你们下药吗？好戏还在后面。你什么意思？你到底做了什么？时间应该差不多了。苏正祥，苏婷，你来干什么？刚才杨大福带着大批人手闯进了苏家，家里人全死了。你说什么？叶公子，苏黄两家除了苏文辉和黄有为不在，其余已经全部灭口。另外，因为苏婷不在我们的名单之内，所以让他侥幸逃脱了。是我失职，请您责罚。你说什么？杨大福，你敢灭我黄家，我杀了你！
苏正孝，你也还正值壮年，应该不会浪费时间在复仇上吧？你怎么？我只是把你对我说的话还给你，你就受不了了？叶天宇、杨大福，今天你们都要死在这儿！王秋，一起出手，拿下这个畜生！叶先生小心！叶先生小心！这怎么可能？我们都是大宗师境界，你怎么可能挡住我们两个联手攻击还纹丝不动？就你们这样的，也配称为大宗师？简直可笑！我不相信，你一定是用了某种护身法宝，可法宝终究有耗尽的时候，我看到时候你还怎么嘴硬？井底之蛙。不可能！大宗师怎么会有如此力量？难不成你是传说中的超凡境？闹剧也该结束了。哈哈哈哈！叶天宇，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你要是杀了我，你的小媳妇和小情人也要死！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你要是杀了我，你的小媳妇和小情人也要死！什么意思？出来吧！倩倩，怎么样，叶天宇？一个是你的小情人，一个是你的小媳妇儿，不如我们玩个游戏如何？苏正孝，放了他们两个，我可以保证不杀你们，否则我定将你们挫骨扬灰。叶天宇，事到如今你还敢嚣张，马上自废修为，否则我现在就杀了林婉如！你敢？不着急，既然叶小友喜欢玩，那咱就好好玩玩。我们现在有2个人质，有点太多了。这样吧，我们可以先放一个，然后再谈条件。至于放了谁，就由你来选吧。哈哈哈哈哈哈！看来你很难选。既然这样，那就让他俩开口，帮助你做决定吧。天宇，救倩倩！叶哥哥，救婉如姐！天宇，之前你一直帮助我、保护我，我却一直不相信你。叶天宇，救我！叶天宇，天宇，带我回家。不行，你这次中的毒比上次霸道的多，必须马上给你解毒。倩倩她比我更坚定的爱你，也比我更相信你，你一定要救她。这个黄有为，刚才我都拒绝过他了，还要表白，太不要脸了。这钢琴弹的还没我家公鸡打鸣好听，也好意思出来卖弄。倩倩，我们孤男寡女的不合适。叶哥哥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只要我愿意，你也愿意，不就行了？叶哥哥，我的命本来就是你给的，如果没有你已经死了。我知道婉如姐对你很重要，你不要犹豫，救婉如姐。还真是感人呐。所以，叶小友，你选谁？年轻人太优柔寡断可不好。文辉，先把他俩的手指砍断一个，后面每3个呼吸叶小友不选，就多砍1个。没问题，我选。我选杨倩倩。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看来在叶天宇心里，你似乎比不上他的小情人。那就把叶小友的小情人放了吧。苏叔，我们为什么要放掉一个？有为，按苏家主的话来。蠢货！我们现在2个伤员，最多再带1个人质，否则跑都跑不了。万一鱼死网破，我们都要死在这儿。明天你把林婉如约出来，把这里面的东西加到林婉如喝的水里面。你也不想你的身份被林婉如和苏家发现了。你怎么会知道？婉如，对不起。叶天宇，快去救婉如，她有危险。妈的，哪来的乞丐？敢坏老子的好事，识趣的就赶紧滚，否则……苏婷，婉如，快跑！啊，辉儿！苏婷，你敢背叛我！苏婷，我也没办法了。你妈妈她能坚持这么久，已经是奇迹了。按现在的情况，估计最多还能再撑10天左右了。谢谢你，王姨。这些年如果不是你，我妈妈早就死了。我跟你妈一起长大，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也别太伤心了，对现在的她来说，死亡或许就是解脱。妈，你放心，我已经找到或许能救你的人了，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一定求他来救你。苏正香，从你抛弃我跟我妈的时候开始，我就不是苏家人了。如果不是天宇救了我妈的命，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回到苏家。这一切都是你们提前算计好的，要不然怎么能把你们一网打尽？你们怎么可能把所有事都算到？苏婷，你怎么样？婉如，你没事就……放心，只是受了点内伤。我们确实没有把所有事都算到，不过都不重要，因为你可以去死了。你不能杀我！我是京城孙家家主夫人的弟弟，你杀了我，孙家不会放你。京城孙家不用他们来，我也会去找他们。